3分钟。谢谢你们今天这里，我们跟着陆里，落成给你的这个非常的一个殊胜的日子，那你们来这边参加，非常感谢。我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你们一样。我看来你们的气色非常好，比较福气，尤其看到你们的笑容，非常的一个庄严，这个代表所有的福气。接下来我想跟纪瑶我讲藏文，因为今天外宾很多藏族人，还有蒙古，有他们比较听的方，从他的把我的那个接掉了，偏脱的，他的肚脐切，是那个这些的有。今天大家能够在长安格丹伦敦岭的落成开关典礼能与参加，非常的感谢，也吉祥如意。今天从我的各个住处现在派了的，今天我是都是统统的我是。今天能够大家欢欢喜喜，能够莅临在这边，也能够看得出来。今天老板多，但他如果是派的，或者哪个说，吃不起的，他应该派的不行。尤其是来自远方的贵宾，能够今天能在这边莅临，也非常的感谢。俺觉得当时真的，来到我们这的，那顶来的那装出来的，是那个，就是扎起就吃个肉。我们能够誓言因缘具足，能够这边聚集在一起，能够也存在一个非常殊胜宝贵的一个时机。他今天就是在扎起个因为有人干的是呢，好吧？那为什么说今天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说那么宝贵呢？这个马上就在没数的水啊，从我们真的台湾头部这个啊，主要的有那么呢，扎起水的3年100万的人。好，不管是任何人能够承办就近圆满的快乐，就是成佛。3年100万，谁能做3年不爽？全疆是狼人的，但把结果一张，那这就是我的，全疆是狼人的，一起走了，那叔有的呢，生有的呢，吃的，把家家土也的，那叔吃的，那个生有的公嘛动土也对吧？好，能够对一个彻底圆满能够带来的幸福的，就是一个佛圣教。然后佛圣教昌盛就是一个需要一个实际的修行佛法，而在一个对于每个人的相续当中，能够种下一个快乐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佛圣教了。然后呢，这里呢，告诉了，这个呢，属于生有的这个呢。确认的那个，把家抓呀他，这个的确认的呢，活动起来了，这个确实是比起这个怎么严重起来的，确认这个生有的这个也在动出来，是吧？把家。给用完之后，那个就打，你这个打。
缺少了广告这个呢，这个店里没毛不清的，两对状态确实生意那边点了，多点了用对的，现在就不要儿子。好，所以呢，能够各自香薰灯能够带来一个佛法的喜气，能够推动佛法的以及就是佛法的根基，能够聚在一起的就是佛法的根基，以及能够弘扬佛法的根基，就是需要一个佛学会道场以及寺院等等需要这样。如果说有了佛学会，有了寺院的话，才能够可以弘扬佛法，也可以能够带来一个众生快乐，也可以说能够让大家信心当中能够昌盛佛身教。这个意思啊，大理的开的入住的意思啊，这个的呢，搞吧，其他的那个，就是说，咱们越是不讲的啊，只不的他就中国人。好，今天扎那格登伦多林就是一个长期建设以来，今天算是圆满的成功落成。您上师慈悲的开始。今天是一个相当殊胜很难得，也可以说是跟罗队长在讨论，也可以说是在台湾几千年来第一座的甘丹格丹伦都林一个落成的一个大日子，所以说非常不简单。今天更难得的是有更多的贵宾，有从美国、尼泊尔、有蒙古、泰国。台湾各地的这些亲朋好友，总之一切见妙的恩德，来自于上师，还有本尊护法的加持，真的是。所幸我们今天扎那格丹伦珠林有这么一位记得的上师，所以大家把握这殊胜难得的因缘。依着上师所开示的佛法，如理如法的去思维、观修，相信有一天能够证悟空性，得到圆满次第，得到解脱。谢谢大家，扎西别。感恩会长的发心。和所有发心护持大德的努力，扎那格丹伦多林才能够顺利的兴建完成，成为弘扬佛圣教以及传承格鲁教法的根据地。今天在格鲁扎那格丹伦多林开光启用，除了感恩各位大德的护持，还要更感谢台湾各大寺院的法师及社会贤达的共襄盛举，护法居士不远千里而来。现在，请大家用热烈掌声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欢迎。